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以西结书36章22节到32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53节到第8章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。牧师一再的与三峡教会的同工兄姐分享提醒，礼拜堂的建筑不是目的，而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信心的过程，是一个合一的过程，是一个灵性成长的过程，是一个被改变的过程。如果同工跟兄姐不愿意被改变，存着一颗新的心，那么无论礼拜堂盖得多大间多漂亮，设备多好，只不过是一个空壳。如果参与的人不多，教会内大部分都是观望者的话，我们又如何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呢？以西结先知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对将来已经没有盼望了，他们的心就如同是毫无生命的那些尸骨一样。但是上帝却预言将要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，让他们重新得生，再与上帝恢复这个良好的关系。以西结书第36章22节到32节这样说道：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，以色列人啊，我要做的事不是为了你们，而是为自己的圣名，就是你们在各国使他蒙羞受辱的名。你们曾经在列国使我的名受辱，我要在他们当中证实我的名是圣的，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，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我要从各国各地把你们召集在一起，领你们回到故土。我要用清洁的水洒在你们，洗掉你们一切的污秽，除掉你们所有的偶像。我要赐给你们新的心，新的灵。我要替你们换心，像把石头一样坚硬的心除掉，换上一颗有血有肉肯服从的心。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你们，使你们能够遵行我的法律，服从我的诫命，这样你们就能够住在我赐给你们祖先的那一块土地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上帝。我要救你们脱离一切使你们污秽的东西，我要使你们五谷丰收，不再有饥荒。我要使你们的果树结实累累，田园增产，你们就不会再因饥荒而受到列国的侮辱。你们会想起自己的邪恶的行为和所犯的过错，并且因自己的罪恶过错而痛恨自己。以色列人啊，我至高的上主要你们知道，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你们，你们要为自己所做的感到惭愧羞耻。这新的心是要让以色列人不再活在罪恶之中，而是用新的生命来回归与主的正确的关系。新约圣经记载了一段犹太人，就是那些经学士和法利赛人，想要用石头来治罪，让一位行奸淫的妇女接受刑罚。但是他们想要借着这件事情来挑战耶稣基督，来入耶稣基督的罪。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却直接挑明的挑战他们，他说，你们当中谁没有罪，就可以先丢他了。约翰福音第7章53节到第8章11节记载了这一段值得我们深思，有许多思考反省空间的对话。大家都回家去了，
耶稣却到橄榄山去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回到圣殿，群众都来找他，他就坐下，开始教导他们。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女人，她是在行淫时被抓到的。他们叫她站在中间，问耶稣：老师，这个女人在行淫时被抓到，摩西在法律上命令我们，这样的女人必须用石头打死。你认为怎样？他们想要用这个话来陷害耶稣，找到把柄控告他。但是耶稣弯下身子，用指头在地上写字。他们还是不停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，谁就先拿石头打他。说过这话，他又弯下身子在地上写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一个一个溜走，从年纪大的先走，到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还站在那里的女人。耶稣就直起腰来问他说：妇人，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没有人留下来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：先生，没有。耶稣说：好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别再犯罪。不要再犯罪，在这里有几个不同的角度值得去思考。第一，这位妇女的确是有罪的。其次，耶稣并不因为她有罪而判她的刑罚，反而赦免了她的罪，正符合了耶稣基督所说：我来是为了寻找世上的人。第三，耶稣基督的赦免并不是一个纵容，反而是一个提醒，并且要人能够洗心革面，领受新的心、新的生命，不要再犯罪。最后我们看到那一些自以为义的人，又想要用私刑来处罚人，另外一方面又要借这个机会来设陷阱陷害耶稣基督的人们，却是人人都有隐而不现的犯了罪。他们原以为没有人知道，这些提醒了基督徒的我们，要时时刻刻的反省，别自以为义，更重要的是要以仁慈待人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！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你劳碌得来的够你使用，你必定快乐，凡事亨通。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，你的儿女围绕的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。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蒙福，愿上主从锡安赐福给你。愿你一生一世目睹耶路撒冷的繁荣，愿你活着看见你的子子孙孙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时刻的反省自己，照照镜子，以仁慈待人，以自行过日，让我们被圣灵充满，领受新心得新生命来见证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